排水沟的路线。注意看那个树很多，那个就是排水沟的两边，要往那个柳营，要往柳营市区走了。看看那个河道的路线啊。注意看那个树很多的地方，树很多的地方就是在大排水沟的两侧啊。那旁边就是那个以前的台糖5分车的台糖的铁道。现在要研究那个河道的路线。所以看河道就是这样来的嘛，然后再往东边去嘛。